82小品是指1982年前后由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厂通称紫砂一厂所生产的一系列小型紫砂壶。这批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规格精巧，容量通常较小，多在80cc 至120cc 之间，适合独饮或精致品茗。在当时风靡名家壶的年代，对厂壶小品只是少数人的钟爱。我手中保留的只是当时别人的遗漏。